林峰嘅陳樂君喺漫畫入邊竟然係咁樣。Karis，係，你知唔知最近《斗龍城寨》攞咗金像獎啊？我知啊，我本身好中意套電影啊，因為佢係香港漫畫改編嘅一套電影作品。套電影第一日上咧，我第一日正走去睇。你有冇留低啲漫畫？有喎。哎呀，呢個漫畫咧就由我好中意嘅香港漫畫家司徒劍橋去繪畫嘅。咁呢本咧就係當年啦，2010年出版嘅《九龍城寨》漫畫創刊號。而呢一本漫畫咧係當年少數全電繪彩稿上色製作嘅香港漫畫。呢個就係林峰飾演嘅角色，咁陳樂君啦。咁喺原著小説裏邊叫火兒嘅。咁可能因為咁啦，條褲就有火焰紋身。而呢個就係十二少啦。咁而呢個就係大老闆。點解你有兩本嘅？因為年輕嘅我比較無知，好肯使錢。因為本身自己好中意香港漫畫，好多書當時都會即係一本儲一本攞嚟睇咁樣。咁你覺得今次嘅改編成唔成功啊？非常成功。另一個古惑仔咯，即係坦白講，當年可能《中華英雄》啊、《風雲》啊嗰啲都冇咁誇張。好多年冇試過有一套戲係話你冇睇過啊！我覺得對創作人嚟講，其實淨係俾人改編就已經好開心。願意花費咁高嘅錢投資喺自己嘅作品身上，就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認同同埋鼓舞。如果仲要係一套成功嘅電影作品，真係無上嘅光榮，係一個好大嘅成功。